带大家来看海牛。不过今仔日咱要看的海牛，唔是海洋动物，是中华的无形文化资产红丸海牛。过去这款牛是会去海边啊斗载蚵仔，是讲这会互人号做海牛。不过最近这礼拜却是有连续2只牛着病死亡。为了保存这款特殊的文化，海牛学校是按算要装置买新的牛。中华县府嘛讲会甲文化部申请补助。动物所人员到场消毒，各种牛的遗体运出。丰田为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的红丸海牛，最近发生严重疫情。当地海牛学校所饲的，把参有几啊场文化节的2只海牛，一礼拜来先后出现数据无来情况，虽然兽医紧急抢救，犹原死亡。现在有那个牛的流行热，可能有一些病媒虫的一个细菌叮到，让它变成快速衰竭，主要是肠病毒的问题。贵清水表示，白色牛百会当作年，亲像感染肠仔病毒甲牛流行节，引起胃无爽快、无法度翻草所引起。中华县动物防疫所强调，会派员了解确实原因，佮要求饲主做好疾病防治。那如果说有需要做预防注射的部分，我们会请他找他原来的兽医师去购买疫苗来施打。那也请就是饲主加强这个饲养环境的管理，然后消毒的工作。红丸水平超过车菜蚵仔早伫日本时期就有记录，全盛时期捌有300多只牛。2016年红定落做无形文化资产。目前红丸只存10只海牛，真正会当落田载蚵仔，也是载观光客。只存3只，其中2只即摆判被死亡。海牛学校会丢资买牛培训，希望延续海牛文化。依照这个无形文化资产这个传习计划来向文资局申请相关的补助，希望把这些现存的海牛养殖户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。中华县文化局表示，会以无形文化资产传习计划向文化部申请补助，保存在地特殊的滨海龙江记忆甲文化价值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